大家咧會唔會諗住飲毛豆咖啡呢？嗱，我先唔講我自己個人嘅選擇同埋理據啊，我哋一齊嚟睇下究竟毛豆咖啡係乜嘢成分，逐一去睇下呢啲成分咧對身體有啲乜嘢影響。呢啲影響係負面嘅多定係正面嘅多？嗱，我自己咧都係一個咖啡愛好者嚟嘅，每一日我都會親自咧做一杯手沖咖啡。最主要咧係因為手沖咖啡嘅做法，對於攝取到嘅咖啡因會相對其他做法少，而且我唔加糖唔加奶，除咗會比較好咁控制到個血糖之外咧，其實你飲咖啡飲得恰當嘅話咧，都可以幫助我哋加速新陳代謝，穩定血糖，同埋可以幫助咧膽汁嘅分泌。咁但係前提當然就係適量同埋適時啦。由於氣候嘅暖化咧，同埋環境嘅改變呢啲咁嘅因素，其實咖啡豆嘅產量咧近呢幾年都受到相當嘅影響。咁於是乎咧，就有一間美國嘅企業好聰明咁研究呢個毛豆咖啡。呢間公司咧2019年成立嘅。香港人所熟悉嘅李超人咧，當然都唔會執輸啦，佢都有份投資。咁我都好好奇究竟毛豆咖啡係咩風味啦，咩感覺？呢一個部分咧，我會另外再做一條片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至於毛豆咖啡嘅成分咧，呢點係最重要，亦都係我最關注嘅。根據呢間公司嘅最早期嘅公佈咧，佢哋都真係好聰明啊！佢哋識得廢物利用，就係用咧好多人都會隨意掉咗去嘅棗核。仲有咧就係番石榴啦、檸檬啦、葫蘆巴籽啦，然後喺綠茶裡面提煉出嚟嘅咖啡因啦。咁當然佢要喺綠茶裡面提煉出呢個咖啡因咧，佢都要加其他嘅成分先至可以提取到嘅。咁呢個就係佢哋早期嘅公佈啦。到後嚟咧，佢哋就不斷咁樣係優化進化，咁有新嘅呢個毛豆咖啡。就係加入咗營養素啦、植物纖維啦、非動物性膠原蛋白，仲有猴頭菇、長角豆、木薯、谷巨根、洋車前子等等啦。呢啲咧就係佢哋暫時公佈出嚟噶啦。聽起嚟好似好好喎，因為素食者可以用啊嘛，而且佢都能夠廢物利用啦。其他嘅成分睇起上嚟咧，又係減低到呢個碳排放噶啦，咁應該樣樣都好正，係咪？令到飲嘅人咧，似乎咧都可以有種感覺，就係覺得自己飲杯咖啡咧，都係拯救緊地球。但係你留意呢啲原材料，逐個睇清楚，仔細推敲、仔細思考咧，又係另外一回事啦。嗱，好似我咁樣啊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係會試嘅，因為我都好好奇。但係咧，我就唔會改飲毛豆咖啡，原因咧係嗱，如果咖啡本身係因為呢個氣候嘅原因會漸漸消失，又或者係會變得越嚟越貴，負擔唔到啦，咁我咪唔飲咯。仲有好多其他嘅唔同嘅飲品可以替代噶嘛。咁但係毛豆咖啡嘅成分咧，雖然我咧真係要讚呢個團隊，佢哋係好有創意，好識得利用資源。咁但係嗱，逐個嚟睇下棗核。我唔知道佢哋用乜嘢嘅棗核，公佈咧就話係椰棗嘅棗核啦。咁但係無論佢用椰棗嘅棗核或者係紅棗嘅棗核，冇錯，呢啲核咧係有助睡眠嘅。紅棗嘅核咧可以養血嘅，亦都有一啲解毒嘅作用。咁但係入藥嘅時候咧，係需要將佢烤焦研磨，而且咧亦都唔係每一種體質嘅人咧都適合嘅。更加唔好講話長期作為飲品嘅成分啦。兼且咧有一個隱憂咧，就係能夠有呢個解毒降火嘅作用嘅物質，咁即係有啲良性啦，係咪？係清涼嘅涼啊，唔係話善良嘅良。咁啊，另外睇翻譬如番石榴啦，番石榴咧對於胃酸多、腎病或者容易肚瀉嘅人咧就唔啱用嘅。唔好講話香港，而家全球咧，其實腸道易激症嘅患者咧係越嚟越多嘅，咁所以呢個成分咧，亦都令到我覺得有啲隱憂。至於葫蘆巴籽，冇錯，佢咧係性溫嘅，佢嘅性質係溫性，
佢可以醫到白髮，可以醫到脫髮、陽痿、腎虛呢啲咁樣嘅毛病。咁但係太多咧係會有胃灼熱嘅，而且咧佢太多嘅話咧，女性去攝取嘅話咧，就容易有出現呢個子宮收縮嘅情況。而對於有服食抗凝血藥嘅人咧，係會減低咗個藥效嘅。咁所以如果長期飲用，咁但係又有啲人佢唔知道佢係長期要服用呢個抗凝血嘅話咧，咁兩者就會有抵觸啦。仲有咧就係有啲人對葫蘆巴籽本身就有敏感噶啦，咁所以如果你飲咖啡唔留意成分，咁好可能你一邊飲，咦，點解會一路都有啲過敏嘅症狀咧？以為自己食錯嘢，咁又一路食抗敏嘅藥物，咁咪費事，即係好多餘咯，係咪？仲有長角豆啦，大家都好知道長角豆咧有個問題就係唔夠熟嘅話咧，就佢裡面嘅物質咧係帶一啲輕微嘅毒性嘅。咁就算你烘焙得佢熟晒、熟透，咁本身佢都會刺激到個胃黏膜，而且咧最重要嘅係有痛風同埋有腎病嘅人咧係唔適合嘅喎。仲有就係木薯啦，木薯喺熱帶地方咧係好多好平嘅，但係佢係涼性嘅，食得太多咧滯胃，引起消化不良，而且觀察之中，經常食用含有木薯成分食物嘅人咧，都容易有皮膚敏感。呢個皮膚敏感咧就唔容易好返，亦都容易咧係皮膚瘙癢。咁所以腸胃功能唔好嘅人咧，本身咧我都會提佢哋見到有木薯成分咧，就最好唔好買啦。仲有谷具根啦，呢個係會帶啲甜味，咁所以組合上係好好嘅，佢可以令到啲毛豆咖啡咧有一種真嘅咖啡嗰種甘甜嘅回味，但係本質都係偏涼，容易肚瀉嘅人咧就唔能夠攝取太多嘅。至於洋車前子啦，本身佢雖然係便秘嘅克星，但係呢種便秘咧係搶熱嘅便秘，而唔係唔夠中氣、氣血唔好嘅嗰種便秘。佢本身呢個物質咧有啲好似我哋所熟知嘅奇亞籽咁，遇到水咧會膨脹。咁因此奇亞籽係唔可以乾食噶嘛，因為如果你乾食，然後你飲水咧，咁啊好容易佢如果吞唔晒落去喺個食道度，咪會膨脹咯。會危害到咯，阻塞到咯個食道咯，咁所以係要留意嘅。而且呢一類嘅物質咧，食用太多咧係好難消化，有種胃脹嘅感覺。咁仲有咧就係好似奇亞籽咁樣樣，佢都係帶啲脂肪酸，會稀釋血液嘅。咁所以有服抗凝血嘅人，抗凝血藥嘅人，咁你又再每一日都有相當嘅份量嘅呢個攝取，咁你嘅血液咪會太稀咯。加上本身有胃炎嘅人咧，係唔適合食洋車前子或者係奇亞籽呢類嘅物質嘅。咁所以咖啡作為一個每一日都會有機會飲到嘅飲品，咁我能唔能夠每一日都飲咁寒涼嘅成分嘅東西咧？仲有就係好明顯咧，亞洲人嘅 DNA 咧就唔適合噶啦。或者呢間美國公司發明可以賺到大錢，喺美國嘅銷售好好，某啲體質嘅人咧，可能飲落去都未必會有問題。咁但係亞洲人咧，大家要自己思考下。如果脾虛嘅人咧，都要思考下，會唔會長期飲到翻去東亞病夫嗰個水平咧？有時咧，我都會諗，其實現代戰爭咧已經係可以不費一兵一彈，因為如果你淨係習慣睇啲 marketing 嘅介紹嚇，由廣告啊、宣傳啊、明星啊、人氣啊，用呢啲同埋淨係宣傳個好處嚟到考慮咧，而冇深入一啲去睇去諗。隨時你都可以咧選錯一啲無聲無息就影響你健康嘅嘢，咁到出現毛病嗰陣咧，又以為自己睇藥，又要去買一啲補充品啊、營養品啊之類，咁你花費多啊不在話下啦。健康嘅問題只係最大隱憂啊嘛。咁我哋究竟生活得越嚟越健康啊，定係虛弱咧？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下，觀察下自己嘅飲食習慣。所以投資人嘅思維模式咧，我覺得最緊要。你睇到商機，睇到利潤，咁我都讚你嘅。但係更重要嘅係要睇到長遠、深遠嘅影響同埋危機。
如果佢好新穎、好有利潤，但係會慢慢有負面嘅問題形成，危害到人嘅健康，或者製造更多嘅問題，咁我哋仲要唔要有呢類新穎創新嘅發明呢？大家自己慢慢諗下。